要俾我唔到啊！因為去晒旅行一次啊。係啊，食得太多嘢。黐下成喺公司食早餐，咩公司嚟？我想問。咩公司？可唔可以請我？請我做掃地咯，好似唔使做咁，人都要食嘢咁樣。有冇生產力㗎個餅？佢一單工程過20億出嚟，做工程嘅咩？咩啊？裝修加設計嘛？係咯。佢有工程成棟去做喎。吹到我肺嘅。攞隻波做乜嘢？慢啲，燒跑啊！比平時KK 啊？係咯，阿高嗰度係。